士帶你遊世界之美音導航第4站波士島。周老闆親身踩線最新泰國行程嚟啦，唔單止包含經典曼谷芭提亞，仲有美味首創波士島，美食純玩豪華5天，只係3999起。本次旅程選用大灣區航空，保證早去晚返。旅程由目前最受歡迎嘅度假勝地之一邦勝地區開啟，體驗全海景餐廳，面對無敵海景，享用具有泰國特色嘅餐食，菜式既靚又好味。嚟到邦勝日本魚市場，京都風格濃厚，喺泰國地區別有一番滋味。喺入面可以一次過品嘗到泰國海鮮同埋日本魚生。本團餐食打破傳統，唔沿用圍餐模式，每餐由周老闆親身試菜，絕對保證餐食素質。重點要提嘅就係泰國境內數一數二嘅超豪華國際海鮮自助餐啦，包攬咗中西泰日唔同地方嘅口味菜肴，保證滿足香港人嘅口味。位於曼谷嘅網紅水上餐廳，花園式嘅體驗，每間包房外設有小型露台，供遊人體景餵魚。仲有神秘米芝蓮1星餐廳，波士精選，服務口味素質一流。趣味探索長頸族村，貼心安排任食時令水果、騎象體驗，仲有着泰服打卡活動。漫遊美味首創波士島，芭提亞境內屬於泰國皇家海軍管轄保護區，禁止一切機動遊戲，保護園內生態，令到呢度水清沙幼，非常適合浮潛同埋觀賞珊瑚礁，簡直似人間天堂，實現人與自然嘅和諧相處。旅途中休息睡眠都非常重要，我哋選擇邦勝市中心海邊度假酒店，門口就係夜市同埋海灘，盡情享受度假氛圍。芭提亞入住市中心5星級酒店 Akara，2024年全新開業，酒店裝飾以時下流行極簡 ins 風設計為主，無邊際泳池仲係最大嘅亮點，配合多個打卡位，絕對滿足拍出靚片。曼谷舒適入住國際5星級瑞士酒店，近距離著名象神廟同埋熱鬧夜市，以優越嘅地點同埋優良嘅口碑而成為眾多遊客嘅首選。波士親身打造泰國精美新行程，心動不如行動。今個夏天跟住美美假期一齊度假啦！喂，除咗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記得幫手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開心分享群啦！